这个带路家带大家来看非洲苏丹一个100年港口城市萨瓦金，英国是真家业。后来受到战争的损伤，渐渐落济。即阵英国打算要出钱来修复，希望会当重新呈现这个港口的历史甲文化。伫苏丹甲红海海边有一个真出名的苏丹港，伫遮落南1点钟车程的所在，有一个靠伫内海的小岛，面顶有一个古老的城市萨瓦金。几若百年来，遮一直是相对的转运站，嘛是穆斯林甲基督徒去麦加抑个耶路撒冷中的一站。伫咧13世纪，就用酸乌打起起来，嘛互讲做是白色之城。到了1905年。英国人为着移民苏伊士运河开通，伫咧北边60公里的所在，起一座更较深的苏丹港。自即时开始，萨瓦金港气派的公众建筑，抑个优雅的酸乌厝，就放咧趴远，伫咧海边秋风拍日，真做废墟。即马英国文化协会出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支持，萨瓦金得到重生的机会，袂少当地建筑系学生拢足欢喜，要来斗相共修理。They used some techniques and some of elements that they didn't use and these days, like the coral stone and the lime mortar. They built the whole of this mosque with coral stone and lime mortar together. 沙瓦金的酸乌石壁悠然点点徛伫遐，大家人修理的脚步继续向前行。当地人毋望这个白色之城的古老港口，伫战争结束了后。会当阁请旅客来遮行搭，互大家人阁熟悉苏丹的历史甲文化。公司新闻编译。